你的话语，求主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3次重复出现，就是你们不要忧虑。第25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31节又重复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知道希伯来人的语法，他们没有最高级，也没有比较级，说了2次是比较级，说了3次是最高级。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用神圣的命令教导我们不要忧虑。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以奈天父，亦无忧虑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分成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教导我们人生的方向跟指引，耶稣用那个箴言的方式。然后后半段再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好，我们来看前半段。前半段告诉我们，人生不要忧虑有3个前提或者3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19节到21节，以安心来投资天国。因为我们要投资天国，要非常的安心，因为那个回报非常的高，那个高报酬。好，耶稣劝门徒说：“不要为自己积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盗劫挖窟窿来偷。”意思是投资在地上，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一个人一生只注重这3样，第一样就是自重穿精致的衣服，图感官的享受，来炫耀自己，或者呢，那个会有虫来咬。另外一种呢是饮食过度，非常注重精美的饮食，然后呢，这个呢永远没办法满足，或者累积的财物，那个会有盗劫来挖窟窿来拖。那意思就是，人生再怎么炫耀他穿的衣服、吃的美食，或者金银财宝，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满足。所以，人生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投资在天国，能够100倍的利益。这个观念要非常的重要。那个《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那个他带一个黑人叫做星期五，他们2个每天钓鱼，一天才钓8条鱼，刚好2个人各钓8条，刚好1天吃饱。他们想，我这样一直钓下去不是办法，一定要找到。鲁滨逊说，我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使我8个小时我一捞就很多的。他找到投资最好的标的。好，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人生投资最好的标的就是把我们的财宝放在天上。所以耶稣不是说今生不重要，今世不重要，衣着饮食跟财富都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性不在它本身，而是在它的目标。所以今生今世不是我们一生的尽头，而是生命中的道途的一个站过客。所以绝不应该迷惑在这世上，而是这个以后要带领我们到什么方向。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应用呢？人在地上所做的善行，都要成为天上的财宝。我们如果只积赚在地上，我们就丧失了慷慨的施予，对别人的帮助。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其实在教导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在最弱势的人身上，关怀他们身上，我们在天上都要得到赏赐。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天上众天使都要欢喜快乐。初代的教会就用爱心来关怀穷人、病患。你们知道那个医院里面有住院医师，这个观念是从教会来的。那护理人员为什么有护理人员，也是从教会来的。
你们知道，现今所有的社工的制度，包括育幼院、孤儿院，包括那个老人受托什么之类，都是从教会来的。东吴大学有一个文学院的院长，他太太是基督徒，他本身不是，但是他常常告诉我说：“你们哦，教会为我们开拓了所有我们今天社工所做的任何工作。”真的，初代教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罗马的皇帝德修大逼迫的时候，当时罗马的政府当局冲进一间教会，他们觉得这个教会这么有钱，一定都累积了很多财宝。他们冲进去以后，就对当时的教会的执事劳伦斯说：“请你赶快把你们教会的财宝都给我拿出来，没收。”结果呢，他说：“好，你真的要看我们财宝？”他就请他打开门一看，吓到了。怎么那么多什么残障的啊？因为等待食物救济的寡妇啊、孤儿啊、病犯啊、残障的穷人啊。那个劳伦斯弟兄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财宝。”实在逼迫不下去了。罗马政府怎么可以把这些人带走呢？他们以为教会是累积很多财产，结果教会的价值观不一样，投资的标的不一样。教会始终相信，我们今生所持守的、把持住的，将要失去；我们今生所发挥的、帮助的这些人、弱势者，将要永远长存。所以，第一个是标的，第一个投资的标的在天国；第二个是投资的眼光。请看第22节到23节，他说：“眼睛是身上的明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眼睛是光进入我们身体的窗户。如果我们这个窗户是明净不扭曲的，光线射进房间，就照亮每一个角落。那个眼睛的嘹亮是形容整个人里外光明，能够引导我们过一个有目的、有意义的生命。而耶稣用眼睛嘹亮，其实在讲到人的慷慨、宽宏大量。那眼睛的昏花呢，就是窗户如果是肮脏的，而且扭曲的，光线一进来受阻，整个房间就昏暗，昏暗的不能提供光亮来引路，所以耶稣用昏暗这个字，其实在旧约箴言里面叫做恶眼呐，很邪恶的眼睛呐。好，箴言里面说不要跟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婪他的美味，因为他的食物其实是他的圈套。好，而且圣经上说，人有恶眼，就想急速发财，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上。箴言28章22节。好，在这里这段圣经要怎么应用呢？其实耶稣基督教我们，要我们脱离眼睛的昏花，就是我们对人带着成见跟偏见，而且自欺。一个人带着偏见，就对人看不出真相；自欺就看不到自己的真相，就没办法自省，没办法成长跟突破。第二种昏花的意思是嫉妒跟吝啬，嫉妒别人成功，怨恨别人快乐，然后对人缺乏怜悯的心，然后就变成苦毒仇恨的可怜虫然后呢，你知道吗？那个嫉妒的人，他也剥夺自己的幸福，也夺去自己的平安，更除掉自己的满足，所以吝啬受众人厌恶跟鄙视。求主赐给我们眼睛嘹亮，嘹亮的意思是我们很宽宏大量，判断人的事上宽宏大量，不要整天思想别人的恶。所以圣经上说，爱是不计较、不记别人的恶账，不重复诉说别人的坏，用恩慈来待人，这样子，然后生活简朴，物质生活很平淡，但是累积财富出来，慷慨的帮助人，这就是投资的眼光。如果有这种眼光的话，你就不会忧虑，因为你所投资的都是美好的，上帝为我们保存的。第三种在应用的是，第三个方向是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就要做取舍了。那个鲁滨逊就跟那个星期五说，我们早上
钓鱼就好了。结果2个人才早上要钓4条，2个4条，吃了肚子。他说下午不要钓了，啊，他说不钓肚子饿，他说饿没关系啊，饿了不会死啊，我们就饿了啊，饿了做什么？饿了在这边什么？织渔网。结果这样连续织了2个礼拜后，那个星期五说，实在饿到受不了，没关系，我们饿了咬紧牙关，等到他织完渔网的时候，一打下去，1个小时打下去就128条鱼，2个小时256，3个小时打了半天，半天就得到那么多鱼。他打了4个小时的鱼，等于他们2个工作28天，这是了解吗？他那个收入财富是倍增的。他就好喜乐，好喜乐。我常问那个大学生说：“那请问你要织网还是要钓鱼？”每一个人说：“牧师，我要钓鱼，你要怎么样？”我说：“我没办法，没办法。”但是，请问他们可不可以放弃钓鱼，专织网？那么饿死了还得了？所以在这2个两难之间要做个取舍。好，第3节，第3个段落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厌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我们总是要取舍，人生不能不钓鱼，但是如果能够织网更美好。我们活在今生，但是我们目标永生。如果我们今生存的很多，而永生存的很少，我们到天上我们是穷苦的人。如果我们今生所以呢，请注意，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因为耶稣用当时的社会的能懂的实力，用他们整个社会共同体所共同累积的智慧的谚语。因为一个奴隶，他不可能同时服侍2个家庭嘛，怎么可能？2个主人的命令又不一样，时间要你同个时间做2件事，那就疲于奔命，2边都不讨好。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兼差嘛，对不对？同时有2个老板都没关系，日夜都可以做，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左右逢源，所以耶稣讲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可是耶稣带出一个结论，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说明我们侍奉上帝有超越一切，而且跟钱财绝不相容。这个侍奉钱财的意思是成为财主。圣经上所谓财主不是有钱人不是哦，不要搞错了。圣经上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源，没有说这个。没有，圣经上说是贪婪，贪婪是万恶之源，这样了解吗？贪婪跟不是金钱，金钱本身不是，所以财主不是有钱人，财主是以钱财为主人，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那种把财过度的追求，倚靠财富，然后呢用财富羞辱人，然后用财富来那么骄傲，然后一生只看到钱。对不对？所以那个拉撒路不是那个撒该本来是财主嘛，对不对？那个撒该要看耶稣爬到树上去那小朋友说：“哈，撒该要跑到树上去跟小鸟抽税撒该如果他掉下来那掉下来骨头折下来，流的都不是血都是钱，讽刺他，这开玩笑的小朋友这样。所以财主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人，所以不需要忧虑这些。所以我们来怎么应用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金钱是最好的奴才，同意吗？但是最差劲的主人。金钱是最好的奴才，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善事，让那些无河沟牛人有地方住，那些生病的人有药医让那些饥饿人有食物吃。但是他是最差劲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他让我们只眼中有钱而目中无人，对别人的痛苦、伤痛跟难过视若无睹，对别人的哀嚎置若罔闻。所以约翰卫斯理强调我们要用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尽可能的赚钱 ，make money all you can。为什么要尽量赚钱？但是要我们取之有道，因为赚钱的机会、恩赐、才干都是上帝所赐的，而且尽可能的存钱，过着简朴的生活，然后呢，累积更多的财富，尽可能的奉献，做上帝的好管家。
所以这就变成约翰卫斯理很有名的教训。约翰卫斯理第一讲的时候，尽可能赚钱，下面人拼命鼓掌；第二个尽可能的简朴，他们更感动；第三个尽可能奉献，他们听得头都垂下去。那我们呢，要把这个信息听得完整。所以万物是属于上帝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我们必须照着上帝我们的主他的心愿来使用。所以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顾自己的生活，而是我们顾了自己的身体要生活以后，我们生命的目标更加的去照顾更多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25节到34节是讲到不要忧虑。我们讲完了前提以后，现在来讲实际耶稣基督教我们操作的方法。好，第一个操作的方法，请看第25节，他说：“停止忧虑，不要为那些不应该忧虑的忧虑。”好，所以25节说什么？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意思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最尊贵。人若赚得全世界，培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天平的两端，一个是你我的生命，一个是全世界。你知道哪一个会沉下去？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是，所以我前几天上台北的时候，有两个姐妹问我说，台大要给他的家人做那个治疗啊，叫做免疫疗法，300万。他问我说要不要？我说我没有办法决定，只有你们能够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去荣总问那几个主任，那荣总说对，300万免疫疗法最多活3个月。3个月啊，3个月后呢？3个月还是走了。请问你要不要用那300万来那个？我的价值观不会，那时候我就自然的走好了，把这300万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好，生命真的是无价的。好，我们既然看到上帝连生命都愿意给我们，所以我们确信上帝一定会把我们支持我们生命的饮食跟装饰我们生命的衣服会赐给我们。所以呢，饮食跟衣服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关怀啦。我们终极的关怀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喜乐。然后呢，我们吃的东西会喜乐吗？同意吗？穿的衣服会觉得很满足嘛？所以，如果忧虑就是浪费精力，把将来可能遇到的实际的忧虑有2个麻烦我们注意一下因为你心里一直忧虑，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你说忧虑果然临到，请问这样的也合呗？你自己不能对自己说预言嘛？对不对啊？我将来会离婚，我将来会儿女会有几个人一直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们这一代啊是孝顺的最后一代，而被儿女遗弃的第一代。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啊，这样讲耶稣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你果然被遗弃，了解吗？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更对我们关系更美好，我们的身体更好嘛？不要整天自己在发那个预言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如果忧虑浪费精力，而且呢，因为将来的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恐惧更坏，因为你忧虑本身更坏。好，耶稣基督要我们把握那个主次优先，上帝第一，生命第二，再过来呢，物质的享受需求第三。所以其实我们要认罪了，因为我们太为将来忧虑了啦。将来忧虑的意思就是我们否定了上帝的慈爱，否定了耶稣的智慧，否定了圣灵的大能，否定了上帝的眷顾跟能力，他不会看顾我们，不需要这样啊，不需要这样的。所以上帝有能力恩待我们，我们不要为那些低层次的整天烦恼。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操作的方法，26节。26节告诉我们说要喜乐，因为天父关心你。请你看，因为我们人生命很尊贵，请看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耶稣举飞鸟为例，这一幅无忧无惧的图画，是
因为主人上帝供应一切，所以他连飞鸟也供应食物，何况我们这些人那么尊贵，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贵重多了啦。我们信赖上帝，不要忧虑了，不是叫我们不工作啊，不计划啊，不为将来计划啊，只等天父喂养，没有这个意思啦。这个意思的是，我们要努力工作，要努力的规划我们的将来，但是是带着喜乐跟倚靠的心呐，而不是带着忧心忡忡啦，对不对？我们工作已经够累了，然后带着忧虑，那更累。我们工作已经挑百斤了，百上加重担，那何必呢？既然做了，就快快乐乐做。所以这句话你知道吗？飞鸟它一直盘旋觅食，所以关键是它要觅食，至少要有食物可觅啊，那是天父为他们预备的。所以这一段话没有忽略那个飞鸟的责任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像飞鸟一样。所以这句话是医治忧虑的良铁。你知道很多人都悟出这个真理，那个庄子都幻想自己是个大鹏鸟，可以逍遥游于高天之上啊。孟子也欣赏那个水中鱼儿，鱼儿水中游，然后那个怡然自得的那个，而无灵性的动物都可以享受造物主给他那种喜乐快乐，而我们有灵性的人，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忧虑呢？人无百年寿，常怀千岁忧，对不对？是不是忧虑？1000年以后，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整天烦恼那1000年以后。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忧虑是盲目的，他连大自然都没办法学习。所以耶稣要带他们去看飞鸟，看大自然的飞鸟，我们比他们尊贵多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那不可知的未来、不可预见的未来在那边积存食物，其实不用，在那边整天忧虑。何必呢？何必这些？你知道那个德国有个神学家叫 Toller， 他有一次遇到一个乞丐啊，他说：“朋友。”他对那个乞丐啊，他是个大学教授，是一个神学家，可是他对那个乞丐说：“朋友，愿上帝赐你过好日子。”结果那乞丐抬起头来说：“我从来没有过坏日子啊！”怎么这样讲呢？然后愿上帝赐福你过喜乐生活。他说：“我每天都很喜乐啊。”什么？你每天都在洗衣服，是不是喜乐？他洗得很快乐。他就很稀奇说：“你讲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乞丐说：“天晴或下雨，我都感谢上帝；饱足或饥饿，我都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意思最美好，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他所喜悦，我就喜欢，我从来没有不快乐。”他很惊讶，他说：“我这个神学家每天灵修都没有像你这么喜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都做好了榜样，教好了那个儿女，如果把男朋友带过来，把女朋友带过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所喜欢的就是爸爸喜欢的，你所珍惜的就是爸爸最珍贵的。请问儿女会怎么样？会不会快乐啊？对不对？我以前对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这样讲。这个他是对，他就这样啊，讨论就很激烈，说：你到底是谁呀？你怎么有这种灵性这么好的修为？他说：“我是君王。”是不是？怎么可能？他说：“君王。”你的国度在哪里？他说：“我的国度在我的心里。”因为以赛亚书说：“艰辛倚赖上帝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赖你。”以赛亚书第26章第3节。哇！这个乞丐给这一位灵修大师学习的一个最宝贵的功课，所以他就把这个写出来。好，第3个，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什么？因为忧虑亦无用处。好，请看27节，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1刻呢？你们知道吗？真的，我们怎么可能使我们的岁数一忧虑起来，我寿命就会长？刚好相反，你忧虑起来，寿命会短，同意吗？有人说那个路加就很有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忧虑使你的身高增加1肘呢？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啊。她把她男朋友带来给我看，她男朋友才155啊，156。我说你怎么找一个这么矮的？她就跟我讲说什么？她说你把个156的、166、176、186 4个排坐，请问哪一个比较高？我说都差不多呢。
那到底高矮是差在哪？差在腿长嘛？他就告诉我说：“难道人生的价值在乎腿骨的长短吗？”我说：“哇，很好很好，你喜悦他就好了，对不对？你喜悦他就好了，两个彼此看对眼。”我说：“乌龟看绿豆，两个彼此看对眼就好了。人家喜欢的，我管人家干嘛呢？因为他们结婚以后非常美好啊，他们儿女也很好啊。重点是不在那个腿骨的长短嘛。”那个耶稣的门徒就说：“主啊，天父如果爱我，为什么长得那么矮呢？每次看人都仰之弥坚，望之弥高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学曾志伟呢？曾志伟说：我在人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可以抬起头来的，都低头的看着我，同意吗？人生就接纳自己嘛。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为什么来。耶稣说我们忧虑一点都没有用，因为一般人所忧虑的事40%永远不会发生。请问你不发生的事情忧虑干嘛？好，第二30%是发生过了，但是你无法改变，忧虑不能改变过去吗？同意吗？是不是？不要，那这既然不能改变呢，何必呢？所以这种忧虑是用昨天的困难来浪费今天的时间，然后窒息明天的机会，那何必呢？浪费。所以这个过去的算了吧，因为你一忧虑过去的事你就害怕，而且延续，而且你就害怕以后就不敢行动不行动呢，忧虑跟恐惧是双胞胎，恐惧就不产生行动，不行动就导致你缺乏人生的经验，缺乏经验就变成无知无知才产生恐惧，然后就恶性循环，那算了吧，了解吗？所以人生40%是不会发生的，40%过去不可扭回的。那12%呢，是忧谗畏讥，怕别人呢，在背后讲我，或者嫉妒我，或者讥笑我。算了吧，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嘛，同意吗？你不要管那么多嘛，对不对？横眉冷眼面对千夫指，这句话是谁讲的？鲁迅他说我要横眉冷眼面对千夫指，这种气魄才好。好，10%是忧虑健康。事实上，身体是因为忧虑而更坏，喜乐心才是良药，对不对？好，8%才需要我们要面对的。所以你看，人生把忧虑耗在92%，那没有必要的。好，第4个，这个不要忧虑，因为天父周详的照顾。对，我在讲到健康的问题。健康跟忧虑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啦，有一本书叫做《忧虑与健康》，那本书告诉我们，忧虑危害身体极大，会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而且会增加癌症的可能，而且使身体更脆弱，更容易受病毒的攻击，而且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而且还会加速第1型的糖尿病恶化，然后诱发气喘，然后消化那个胃溃疡。所以实在告北河呀，对不对？还有呢，还导致那个冠状动脉阻塞，还使大脑中的海马体受损，然后导致记忆衰退。然后忧愁不但耗体力、耗精力，而且损害我们的判断力，减少我们决策的能力，消耗我们应付生活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胜过。好，第4个，你知道吗？不要忧虑，因为天父照顾周详。刚才天父的照顾是像飞鸟一样，我们比他还尊贵。好，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比百合还荣美。他举百合的例子。第2幅图百合花在巴勒斯坦的百合花通常只盛开1天，那是野生植物，在山边盛开1天，1天完了以后它就枯萎了。一枯萎呢，他们要把它当草，把它怎么样？烧了。他只有活1天，却上帝他的衣裳华美，却超过王袍。上帝是慷慨的给他装饰，而且美得让人家没有办法怎么样，美得让人家无法模拟，令人喜爱。连这1天，上帝也给他这么美。请问你我们在上帝眼光里面，真的比百合还荣美，因为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是杰作。真的，我们是照着上帝的
形象造的。你知道那个以弗所书第2章8节9节，我们都很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通常读到这里，对不对？可是2章10节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工作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杰作。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里造成的。唯有教导我们行善，是上帝预备我们行善的。换句话说，我们得救了以后 ，save to serve， 蒙拯救以后，我们就去行善，行善才是最大的荣美，而不是外表的装踏。所以野地的百合的比喻，不是叫我们怠惰谢功、游手好闲，而是告诉我们，上帝真的那么关怀我们。我们不要小信，不要小信，不要对耶稣失去了信心。好，第5个31节到32节说，不要忧虑，因为对忧虑表示对天父没有信心。好，30节32节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忧虑跟害怕、恐惧，其实是不信，而且。你知道忧虑不是在外在的环境呢？同样的环境，有人忧虑的要死啊，有人呢却怎么样，乐在其中，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呢，有人节哀顺变，对不对？啊，有人呢沉溺在痛苦。所以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心灵里面的。啊，心灵里面到底是真正是不是对上帝产生信心？好，耶稣讲了外邦人的神，那这希腊的神明呢？希腊的神明古灵精怪。而且会嫉妒你，如果好，他会嫉妒你，你知道吗？所以天妒英才。所以有人在那个泰山前面写一首诗，他说：“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上面是细下头粗。他说：“若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他写完这首诗以后，他就哭了。他说：“哇，我怎么写得这么好？怎么那么令人感动？”然后他就哭了。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怕天妒英才。”因为自古红颜多薄命，昏倒了写这首打油诗。好，这个希腊的神明就是嫉妒、猜忌、记仇，而且任性，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报复我们。人人不敢得开罪，而这又怕这些神明来对我要求什么，所以好多人都很害怕说，我如果把生命奉献给上帝，上帝一定叫我去当传道。你知道传道多辛苦啊，薪水又低。然后工作又多，又血汗工厂，又没有上下班，然后呢，众人每一个人都是老板。我说有这么惨吗？上帝的仆人是均荣耀的。好，这些观念是外邦人呐。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啊。好，这段圣经怎么应用呢？你知道吗？忧虑是外邦人的特征，认为认识上帝不必忧虑。耶稣不是要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漠不关心、轻率，不是他禁止我们是用过度关心呐，以免恐惧丧失平安呐。所以其实是要我们这个。好，我们看第6个。第6个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唯一当忧虑的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耶稣不只教导我们消极的不忧虑，他积极的认为上帝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若有当上帝儿女的心肠，我们就要停止对吃喝的忧虑，转为更积极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的意思是说，让上帝在我心里面掌权，让我这个人活出上帝的价值观，活出上帝的眼光，活出上帝像耶稣这样子对世人的爱，对弱势者的关怀，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寻求他的义，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生命的优先次序。寻求的意思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像前面讲的不忧虑，什么都那个整天这么游手好闲，这扑龙拱，不是，是我们是积极的把上帝的恩典美善活出来。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以恩报恩；我们既然领受上帝的爱，就以爱还爱。所以基督徒是过着一个充满恩典的跟爱的生命，是一个更积极的。所以这里不是鼓吹高枕无忧、无所事事、嘻嘻哈哈的人生，也不是听凭现状的宿命论，
不是，而是积极的聚焦在上帝的国度，把上帝的国度，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掌权。主啊，我在教书，我愿你在我的同学当中，在我的学生当中掌权。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个观念是用上帝的爱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生活整个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把这首要的事放在首位，其余的上帝会照顾。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当例行的是活在当下，尽力而为，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这里这样讲到明天跟今天，是代表未来跟当下。耶稣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不要担心未来，因为我们的过去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现在是与圣灵同心同行，我们的未来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每天的工作刚刚好足够。请问一天的食物一天吃就好了，不要吃明天的吗？同意吗？吃明天的就累积的，让圣灵的殿不断的乱扩建，对不对？然后产生血压高，万般皆下品，唯独血压高，那何必呢？对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嘛，不要担明天的难处嘛。明天自有明天的，那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对不对？不要整天半夜醒来，哇，明天要做什么？何必呢？先睡觉再说，同意吗？一天的垃圾一天清除，对不对？你家里有那个肉啊，什么那个垃圾，哇，那个会恶毒。那夫妻的关系、亲子关系，一天的难处怎么样？一天解决，不要慢慢累积以后变成夫妻冷战、形同陌路，不需要这样子。所以这个活在当下，这很像主导里面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一天难处一天当，每天写工作清单，能够做完就做完，感恩，只要优先次序弄好啊，不能做完明天再做嘛，反正别人不会抢去做嘛，同意吗？是不是？对不对啊？你明天如果别人抢去做啊，感谢主，那不需要我做啊，那更感恩了哈，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有一句格言说：“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你不知道今日将有什么结果。也许你明日不复存在了，难道你为了你那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忧虑吗？”如果我们担当的话，我们生活就很轻省，我们就今日事今日毕，好啊，就很快乐。所以今天的整个经文里面在教导我们，对我们现在忙碌的人，真的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为我们为三餐奔走，一生的忧虑，有人追逐名利，患得患失；有人汲汲营营，无非是要操控跟主宰自己，甚至要操控别人的命运。在这分秒必争的社会啊，人容易变得很现实，一切都用功利来衡量。然后过度讲求效率，人变成工作的奴隶，绷紧到无法去欣赏花鸟，真的无法放下心，一怕慢下来，就别人把我赶上去，整天在那边忧心忡忡，然后整天在拼业绩。现在不是这样的，连教会传道人在拼业绩啊，就问我说：“哎，你们教多少人？啊，你来的时候多少人？啊，奉献多少钱？”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问会计。”啊，你问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们干事啊，你都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啊，我说为什么了？你知道我的心情哦，我的血压跟教会聚会人数成反比。教会人数一少，我的血压就升高。我说有那么严重吗？干嘛？我患得患失，活得很辛苦。其实不需要，我们耶稣要我们过得很喜乐、很满足、很有尊荣、很有荣美、很有价值。我们一起来经营这样的生命，好不好？求主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我们个人的忧虑，主啊，帮助我们把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不要为过去，也不要为将来，也不要为我们不能掌控的。主啊，恩待我们，为我们所能掌控的，我们的责任负起来，天天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谢谢牧师。